继续来到云林斗六，这个云林科技大学的附近有2只台湾山猴，讲是母仔囝，已经伫当地扰乱7、8年了。唔但走入人的人家厝共破坏，阁会走去低调，甲猪仔囝耍甲受伤。当地民众是真困扰。这个居民就创一个笼啊，内底放金蕉，展开着猎猴大作战，阁真正掠着一只。县政府讲，等2只拢挡着，会做伙掠到山拿去野放。 笼仔内底台湾高山仔目睭掰甲大蕊，喙内阁一直爆物件，一定定出现伫咧云林科技大学4科位啊。上厉害就是破坏人的物件，互当地人头壳摸哩烧。民众为着甲伊掠起来，做一个铁笼啊。刀啊，给掰掉，还袂好，就给掰。跳来跳去，主要是采光罩坏掉了，门窗没有关好，就开着就进去了。 做家的台湾猴唔能伊，阁有伊的查某囝，到即马还袂互掠着，因两个定定烧焦破坏人的厝。 阁把位窗个门走要去学生宿舍，学生啊赶拢赶袂走。然后是出去没有东西。狗阁走去低调，害猪仔囝着伤。猪仔都出事呢，甲算甲受伤啊。即马已经掠到一只，另外一只还袂掠着。县府决定用笼仔先饲这只狗妈妈，希望伊通甲另外一只拐出来。到时阵才做伙甲这2只放转去山拿。